嗱，唔值錢嘅12種珠寶，睇下你哋手上有冇？嗱，第一咧，其實翡翠，佢唔係冰種翡翠，而係嗰隻合成嘅綠色嘅玻璃嚟嘅。嗱，第二咧就係清代老翡翠，嗱，聽起身就好似老古董咁嘅，但係任何商家俾你哋做任何證書都唔好信，都係假嘅。嗱，第三咧就係和田玉嘅蒙料，其實佢就係一個酸化玻璃，韓美叫酸化蒙砂玻璃。嗱，第四咧佢就係貝珠，嗱，其實佢咧就係攞嗰啲貝殼粉壓製而成嘅，又或者用普通嘅貝殼粉磨出嚟嘅假珍珠。嗱，第五咧就係阿富汗玉，嗱，佢嘅主要成分咧就係酸解石同埋嗰啲碳酸鈣，即係我哋俗稱嘅大理石。嗱，第六黃龍玉，嗱，佢嘅產地雖然係雲南，佢都係食英硬嘅一種，本質同瑪瑙綠水其實一樣嘅。嗱，第七就係金絲玉啦，亦都係死硬嘅一種，經常冒充和田玉嚟欺騙嗰啲消費者嘅。嗱，第八就係帝王綠綠水，經常俾人攞嚟冒充玻璃種嘅翡翠，其實成本就係得幾廿蚊嘅啫。嗱，第九咧佢就係天生翠，好多人都會攞佢嚟當翡翠嚟賣嘅，但佢同翡翠好相似，但係價錢咧就差別好大嘅。嗱，第十咧佢就係現代蜜蠟嚟嘅，嗱，其實佢唔算係完全係蜜蠟，佢係用蜜蠟嘅邊角料同埋次品壓碎完之後而壓製而成嘅。嗱，第十一咧就係苗銀同埋藏銀，嗱，佢哋嘅主要成分係白銅，其實一啲銀嘅成分都冇嘅。嗱，第十二咧就係宜蘭嘅沙根，嗱，依家市面上基本上都有賣嘅，都係嗰啲銅鍍根嚟嘅。哪怕如果係真係有宜蘭沙根嘅話咧，佢個含金量都唔會超過5%嘅。嗱，睇下你哋手頭上有冇帶住呢12種珠寶。